现在广州，今天时间4月28号傍晚的6点58分。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我现在广州天河区啊，对面就是廣州大名鼎鼎的珠江新城了。大家好，我係俊豪，嚟咗吉隆坡差唔多1年，我發現有一個現象，到而家我都仲完全唔明，就係吉隆坡塞車嗰陣，竟然冇人睬你，冇聽錯，係完全冇人禁。我喺廣州揸咗10年車，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喺廣州塞車同 BB 聲係好似煲仔飯同豉油咁嘅關係，永遠一齊出現。你只要喺紅綠燈前停低超過3秒，後面一定會有車幫你。美食喺杭州我從嚟冇見過喎。如果係繁忙時間，個喇叭聲可以連續響成分鐘，好似開演唱會咁。我哋習慣咗撳喇叭聲嚟表達，快啲啦，睇路啊，讓開啊，甚至係亂咁喺度發脾氣。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廣州早已經實行咗唔准撳喇叭㗎，冇錯，係罰款㗎。根據規定，喺市區亂撳喇叭可以罰150蚊人民幣，馬幣88蚊。警車、救護車嗰啲就例外。咁問題嚟啦，既然有罰款，點解仲係咁多人撳？因為執法真係好難，除非有交警企喺度。咁細得咁多，大馬人真係犀利。直到我嚟到吉隆坡，第一次塞車，我係喺 PJ Section 1嗰日放工。你信唔信吉隆坡塞車嗰陣，竟然冇人撳喇叭？我唔信，你玩我，除非你證明俾我睇啦。我哋睇下吉隆坡司機係咪真係咁有耐性，唔亂咁嚟。哇，真定假嘅？我真係唔敢相信，我而家見到嘅嘢真係冇喇叭聲。吉隆坡啲司機好有耐性，同埋好有禮貌啊！後來我先知喺馬來西亞撳喇叭看人係一種嚴重嘅行為。你撳喇叭，人哋會覺得你冇禮貌、冇耐性，甚至係挑釁，除非係緊急情況，例如就嚟撞車，否則冇人會用喇叭嚟催人。陣間我會講一個令我最深刻嘅畫面，嗰次我真係覺得大馬人嘅耐性同廣州人嘅習慣性喇叭形成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我後嚟問過我嘅馬來西亞朋友，點解你哋咁有耐性？佢答我，撳喇叭又唔會令條路快啲，咁嚟做咩？就係咁簡單。以前喺廣州塞車係一種折磨，而家喺吉隆坡塞車只係一種等待。折磨同等待嘅分別就係你冇亂咁嚟發脾氣。我唔係話大馬嘅司機係完美嘅，佢哋都有超車唔打燈嘅時候，但係喺唔撳喇叭呢件事上，佢哋嘅耐性同修養真係令我呢個廣州人好佩服。你呢？你住嘅城市塞車嗰陣係咩情況？係喇叭聲不斷，定係安安靜靜咁等？我哋睇下吉隆坡司機係咪真係咁有耐性，唔亂咁嚟撳喇叭嘅？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你嘅城市司機鍾唔鍾意撳喇叭。喺呢度，我想講下一啲令我好感動，亦都令我思考咗好耐嘅嘢。之前喺我嘅影片入面，我真係親身感受過馬來西亞人有幾咁大方、善良、有禮貌同埋友善。我拍呢啲內容，純粹係想將馬來西亞最美好、最正面嘅一面分享俾身在遠方或者未真正了解呢度嘅朋友睇。我知大家可能喺網絡上面，例如小紅書，見過唔少來自中國嘅博主，為咗博流量，專門用一啲負面話題去貶低或者唱衰大馬。呢種做法，我自己係唔認同嘅。我唔係咩大人物，我淨係一個喺吉隆坡工作嘅普通廣州人。我從來唔覺得自己要代表任何人去講嘢，更加唔覺得自己有資格去捍衛馬來西亞。我只係想講出我親眼見到嘅事實。呢度嘅人真係好好。當然，
我個頻道都收到唔少酸民嘅負面留言，有人甚至會專登嚟鬧我，話我擦鞋，為咗討好當地人。老實講，好同壞嘅意見我都會聽，但係要互相尊重。我成日覺得好事唔出門，壞事傳千里，就係因為咁。我更加覺得有必要堅持將呢度嘅真實情況傳播出去。如果連我都唔講，仲有邊個會講？所以我好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可以用一個更客觀、更友善嘅角度去認識大馬呢片土地。如果你都同意，留言話我知，你覺得馬來西亞最美好嘅一樣嘢係咩？等我可以收集多啲正面嘅故事，繼續同大家分享。多謝你睇到呢度，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拍片嘅最大動力。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同埋撳埋個鈴鐺。我哋下條片再見。